大家好，我係5B 班嘅曾希瑩，喺度要同大家分享下去新加坡交流團事情。可以同咁多位同學、老師一齊出外交流，係一個難得嘅體驗。新加坡係一個面積比香港細嘅國家，天氣炎熱，主要有華人、印度人、馬拉人等組成。當地語言以華語同埋英語為主。今次有機會參觀新加坡小學，可以同當地學生面對面交流。我哋一齊食飯，一齊上堂，了解佢哋上堂上同我哋有什麼不同之處，令我大開眼界。我最鍾意係食到當地美食肉骨茶，真係一時難忘。仲有去到當地景點如美斯公園打卡，仲有參觀新加坡科學中心同埋夜間動物園，行程非常豐富難忘。我希望下次能夠再次參加唔同嘅交流團，多謝大家。